弟兄姐，大家祝你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一遍组织伫圣殿遮，要来遮敬拜上帝，阿乐上帝。这是咱请大家安静咱的心，因为透早咱伫咱的路程咱有求上帝，互咱有一个安静的心。咱就是安静咱的心，咱用阿乐感谢的心，咱用祈祷，成做咱今日的开始。主啊，阮较无你的话语，求你来带领阮头前的脚步。主啊，求你互阮伫阮的生命当中，知你是阮独一无二的上帝。主啊，阮也承认伫阮日常的生活当中，主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来无离开你，互阮会当轻调伫主你。主啊，你求你互阮会当活出你的疼甲恩典。主啊，我们来永远来服侍你，来敬拜你。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你欢喜的节。予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可你。心仰望你，予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可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来向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节。主啊，我要奉献感谢的节。我要奉献感谢的节。主啊，这是我们来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虔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奉献感谢的节，也要求叫你。上敬虔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来向拜在你。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来向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节。这时阵，咱为着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无论你即甲上帝是什么关的关系。咱为着这个事，甲上帝的关系来向上帝来恳求，咱做为着你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
亲爱的上帝，主啊，阮感谢你，互阮有阮的，互阮有生命甲听。主啊，阮知，伫阮之间的关系，伊是独一无二的，是神圣的。主啊，阮要承认，你伫阮每一个生活当中，主啊，阮有时可能会来离开你，袂记你的存在。主啊，阮愿意伫这个时刻，衷心甲你建立好的连结。来找求主你的面，求主你来教导阮，安怎较深来认捌上帝你。主啊，求你会当透过祈祷，互阮会当伫读圣经，甲你有好的连结。主啊，阮的关系，甲你的关系要搁更加来坚固。主啊，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伫阮一切事拢会当有你的同行。主啊，求你互阮。赐予阮有一个听甲稳定伫阮的内面，主啊，我们永远来服侍你，来甲你有好的关系。这是咱也为着咱教会宣教的福音来传播来祈祷。咱求上帝，伫这个咱要迎接50年的时阵，咱教会有真济宣教的事工要来推动。咱求上帝，互咱有传福音的使命。咱为着咱教会宣教的福音传播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赐阮遮尔宝贵的使命。主啊，阮伫传播福音的时阵，就主啊，求你将这个听互来带互这个伫这个世界的人民。主啊，求你加倍来祝福阮所有奉献家己的人。主啊，无论是伫牧者，还是宣教师，也是基督徒，主啊，阮要伫福音的事工当中，求上帝你使阮有智慧，互阮有力量，互阮有耐心。主啊，求你来开启阮的口才，阮会当清楚来表达福音的信息，伫阮生活中有好的见证来吸引人来归向你。主啊，愿你的圣神甲阮的宣教的事工同在。所以咱也为着咱教会51年要来到，咱伫上帝面前向上帝来恳求，互咱伫迎接51年的时阵，有好的事工来献予上帝。咱为着咱教会要来迎接51年所有的事工，向上帝来恳求，来祈祷。阮感谢你，伫过去48年来，你伫阮教会所行一切的奇妙作为，感谢你使阮有遮尔好听的惠公教会，阮会当伫遮彼此组织娱乐敬拜。主啊，我们迎接51年纪念的时刻，求你继续来祝福阮惠公教会，互阮伫你的恩典当中长大成长。求你来加倍祝福阮的牧者，阮的长执同工，使阮有智慧甲能力，引导阮教会行伫你的道路顶面。求你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听的教会，成做一个合一的团体，互阮会当伫遮彼此相听相助，建立好的关系。愿你的恩典加荣耀继续伫阮富强教会来彰显。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可你，我在当行的路，因为我信仰无你，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我祈祷那向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事。这时阵，咱为着咱今仔日咱今仔日的聚会，
礼拜，向上帝来恳求，恳求上帝会带领的脚步，伫未来兄弟姊妹的心上，互因一路拢得到平安。咱也为着咱今日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向上帝来恳求，互伊有对上帝遐来大的使命甲话语来传讲上帝福音。咱为着牧师，为着咱今日的礼拜，咱向上帝来恳求。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阮伫清早起，搁直接伫圣殿内，主啊，求你来带领阮兄弟姊妹的脚步，互因无阻挡，互因有欢喜的心来到伫阮当中，做伙来遐调起上帝的面。主啊，阮求上帝你只是抛开阮兄弟姊妹的心门，主啊，要用谦卑的心祈求你的帮助甲带领。主啊，求你伫阮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荣耀。主啊，阮的求你来充满阮，互阮有力量，佮有安慰。求上帝你来广告阮兄弟姊妹伫困境中，求上帝你使互因有希望、有勇气。主啊，这是阮也为着牧师。讲道献上祈祷，求上帝你伫伊生命当中，成做伊人生的领袖甲导师。求你祝福阮的牧师、陈牧师，使伊有智慧甲能力来引带阮行伫你的道路顶面。主啊，求你保守伊的心心灵得到健康，互伊会当坚定来持守宣讲主你的福音。主啊，求你使互伊有稳定甲勇气，面对一切的挑战甲试炼。主啊，我要用听来支持、来扶持阮的陈牧师。主啊，阮搁这边将阮今仔日的聚会的敬拜完全交代伫主你的手中。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阵也请兄弟姊妹，咱对咱的座位起立，咱到这边的诗歌，主我要听见你听的声。听见你听痛的声，因为我靠你，予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信仰望你，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向拜的你面前，才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咱做伙用这条诗歌来学咱的上帝，一步搁一步，耶和华要伫咱头前带路，主主同行，咱就免惊。一步搁一步，咱行上帝讲的路，为着好用善用的眼光。一步搁一步，咱行上帝讲的路，无论拄着偌大的风雨，行去苦难世界，勇敢向前行，主耶稣在咱甲咱同行。荣耀的声，
上帝国的路，为着予因闪亮的光。一步搁一步来行上帝国的路，无论遇着偌大的风雨，行起苦难世界，勇敢向前行，主耶稣定甲咱人行。荣耀的人生，与因陪伴好伫遐，只要咱自信向上帝国来行，一步搁一步，做伙行头前的路，为着家乡上高的眼光。一步搁一步，做伙行头前的路，无论拄着偌大的风雨，行起苦难世界，勇敢向前行，人生不茫苦难向前行。荣耀的前途，有伊为咱在开路，只要一步搁一步对主的脚步，一步搁一步，做伙行头前的路，为着家乡向高的眼光。一步搁一步，一步搁一步，咱行头前的路，无论拄着偌大的风雨，行起苦难世界，勇敢向前行，看着人生路途难向前行。荣耀的前途，有伊为咱在开路，只要一步搁一步对主的脚步，行起苦难世界，勇敢向前行，看着人生路难向前行。荣耀的前途，有伊为咱在开路，只要一步搁一步对主的脚步，一步搁一步对主的脚步，只要一步搁一步对主的脚步。耶稣，主耶稣，求耶华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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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切切地我离主，我要紧紧跟随你，给我能够主爱，给我面前你信心的高原王。我主我的路，因你给了生命，哇！我这个很喜欢的。耶稣，主耶稣，求耶华一生。耶稣，主耶稣，求耶华一生。我心天天和你敬拜，我灵把我力量分，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允，我的为怀永安享，我的恩谢你，亲自你恩典，你把我的力。耶稣，主耶稣，求耶华
接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4首，我心而乐，至关上帝。今日上帝，阮佫一届来到你面前，来唱出俄乐的诗歌，唱出赞美的诗歌，因为你牵得一切的俄乐，牵得一切的尊严。主啊，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早起时，真实带着一个欢喜热切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俄乐你。主啊，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你搁一届赏赐你的恩典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通知主你的旨意是啥物，互阮通看见主你要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主啊，帮助阮，也求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圣殿内面，也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内心。互阮透过主你的圣神，搁一届互阮启示，搁一届互阮来明白有主你同在的美好。主啊，帮助阮，将早起时阮的礼拜全然的交托仰望，也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交托仰望伫主你的手中。也阮早起时的礼拜，真做是一个主你所欢喜，真做是一个荣耀的敬拜，将一切的荣光拢归乎父上帝。这时也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用主教的咱的祈祷文，咱做伙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即条咱做伙来启用文第22篇，诗篇95篇。来啊，咱着唱歌，俄罗上主。
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托合地结亲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就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即条咱做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的天父上帝，我们伫遮同心感谢阿罗你，阿罗你的恩典甲疼痛，你的伟大甲荣光，你是全智全能的上帝，阮体会你伫宇宙中。你奥妙的安排，感谢上帝，你将你独生囝圣囝耶稣赏赐伫这个世间，来救赎世间人，互那见死你的人得到永恒的生命，互阮人常常数算主的恩赐，也阮人用诚心来感谢主。亲爱的主，过去的日子，阮有得罪你的所在，侮辱你的所在。求你即时来赦免阮的过犯。阮是有罪的人，求你来教示阮，互阮知，阮的罪是主你所无欢喜的。恳求上帝你来赦免，来洁净阮一切的罪。主啊，你已经为阮定时价，你流宝血，牺牲你宝贵的性命。主啊，求你来帮助阮，会当过着圣洁的生活，一生明白主你的道路。主，我们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你，来敬拜你。主，即是阮也要将4月3号花莲大地冬，搁一边向上帝你来恳求，求你的安慰甲医治，要临到伫因花莲这个所在，互地冬的百姓的心。主啊，你的平安确实实要临到伫因的这个地上，互因无惊吓，因为阮确信，耶和华你是阮的照伴，是阮的帮站。主啊，求你来保守煞接的重建，求上帝你赐落智慧，互阮重建的官员团队，拢有主你的保守甲带领。主，阮也将阮下晡你所尽牧师的见证分享会，搁一遍交托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的灵甲你牧师同在，有主的智慧甲恩典伫伊的身上，透过今日下晡的分享，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灵命得到造就。伫恩典当中，甲主你搁一遍建立搁深的关系，领受主你的恩典。主，阮也要为着阮教会青少年来祈祷，求主你赐予因有智慧，帮助因面对生活种种的挑战甲困难的时。因带因行伫正直的路，主啊，互因有疼心、有负责任的心志。主啊，阮也特别为着4月27甲28高级同册的细囝来献上祈祷，求上帝你赐了平静的心，互因有清楚的头脑，互因伫即届的考试当中有好的成绩来荣耀上帝。主，求你即时怜悯阮心灵软弱、病痛兄弟姊妹。主，你是耶和华拉法上帝，也是赏赐人心灵平安的上帝。你更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主，求你来恳求，这个时阵医治的灵，甲阮病痛兄弟姊妹同在，将这个平安喜乐充满伫因的心上，互因的病痛得到医好，得到医治。主，阮搁一遍将詹牧师今日的讲道摆在主你的面前。有圣神甲牧师同在，互伊传达你的话语的时，将天国真理阮来显现，互阮的渴慕的心得到真理的管压，诚做阮生活中的帮衬，来互阮的心得到开阔，互阮能透过牧师所分享的，互阮的眼光、阮的生命，搁更加得到改变，互阮对事。对，侪拢无共款的看法，
因阮知主你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荣耀伫今仔日充满伫阮兄弟姊妹身上，甲今仔日的会堂当中。阮的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做来讲授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记载伫两位，第一位是马太福音书第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22节到23节。目睭是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金，规身躯就光明；你的目睭若灰，规身躯就黑暗。安尼你内面的光若变做暗，这个黑暗是偌尼啊严重？第二位圣经是箴言第25节到26节。你的目睭着看直直，着注目看头前。你行的路着受雨平，你的道路就拢平坦好行。愿上帝祝福伊听叹伊话的人。即条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伊要所献的诗是山谷中的百合花。伊毋是说，咱请牧师。伊今仔日讲道是新眼光的使命。
感谢咱的圣歌队带来这活泼的诗歌。我想每一届咱来到伫教会内面，随望每一个礼拜，咱教会礼拜听词大部分拢无改变。除非有一寡较大的活动，咱会改变咱一般的听词。大部分的时间，咱的礼拜听词是无改变的。但是伫无改变的礼拜听词内面，大概拢会当互咱看见上帝特别的作为，上帝特别的带领。就亲像圣歌队有时阵唱较温柔、较深沉的诗歌，互咱会当通思考，会当去了解诗歌的意义。今仔唱较活泼的诗歌，互咱感受到用无共款的方式，会当来做伙敬拜而乐咱的上帝。其实我嘛常常在鼓励这青少年讲，逐礼拜来教会聚会，可能对因来讲拢是共款的听词，拢是爱做共款的代志。但是我甲因鼓励一样代志，虽望是共款，虽望是共款的听词、共款的仪式。但是伫无共款的人带领，伫无共款的时间内面，拢会看见上帝无共款的作为。所以，咱的兄弟姊妹，当咱每一届来到伫教会的时阵，每一届的主日礼拜，咱拢会当感受到上帝带予你新的快乐、新的愿望，互咱每一届来到伫教会，真正是得到上帝新的祝福甲恩典。愿上帝赐福伫咱早起时的礼拜，愿上帝也透过今仔日咱做伙分享的。嘛，搁一届真做是咱生命的帮赞，咱做伙来做一个祈祷。请爱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互阮通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而乐你，互阮透过无共款的方式，透过无共款的听词，会当伫这个当中来认捌着主你的作为，嘛通知主你要带互阮新的恩典。主啊，帮助阮，互阮通知，这毋是一场仪式尔，嘛毋是一个例行的工作，是一个生命和你真实相拄的机会。主啊，求你帮助，透过今仔早起时，阮所唱的、阮所祈祷的、阮所听到的，拢搁一届真做是阮生命的帮助。也透过甲早起时的礼拜，互阮甲你的关系会当搁较亲密，帮助。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引带伫今仔早起时礼拜的时间，将以下时间全力交好仰望，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我想每一个礼拜拄仔讲听词拢差不多，拢无伤足大的改变。但是咱伫每一届的礼拜内面，咱拢爱定心去感受，伫这礼拜上帝要带互咱新的启示是啥物？上帝要带互咱新的提醒是啥物？既然需要不断去看到新的物件，既然需要去不断去领受到上帝带予你新的快乐，咱就爱有无共款的眼界，毋是用带着一个共款的眼界、共款的眼光去看同一项代志。若是安尼，咱永远无法度看见到上帝的作为，无法度去看到上帝的奇妙。今日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语，要用一个题目叫做“神眼光的使命”。我想咱每一个人，逐工。当你目睭天开的时，你就开始使用你的目睭。你目睭天开的时阵，你就使用你的目睭做一项的代志。你去看这个世界，去伫你的家庭内面，伫你的工作内面，使用你的目睭，使用你的目睭所看的一切，去完成你要所做的。但是当咱目睭所看的，咱目睭所看的，互咱的回应，若是好的回应，对咱的生命是有帮助。但是咱所看的，对咱的生命的回应是歹的，安尼对咱的生命就产生无好的结果。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教育学家，伊是一个青美人，伊叫海伦凯勒。有一届，伊伫演讲的时阵，下面有人甲伊问一个问题，下骹听的人甲伊问一个问题，甲问讲，一个人可能拄到上大的悲剧是啥物？下骹人安尼甲问。这个青面的这个教育家，伊安尼回答，伊讲是有目睭，但是却看袂到。伊讲有人甲问，一项上大人生的悲剧是啥？伊回答，有目睭会当看，但是却看袂到。对伊来讲，伊常常伊足长的时间，伊是无法度通看的，伊目睭是看袂到的。但是伊的回答内面，伊却讲，啥物是上大的悲剧？毋是讲看无是上悲剧的代志，伊是讲是看有，但是看袂到。这互咱一个足大的提醒，咱在看的是啥物？咱在想的到底是啥物？圣经内面有一个咱所非常了解的一个使徒叫保罗，当伊还未
正做是一个基督徒，还未开始来为主来传福音的时阵，伊还未真实的认捌耶稣，还未来正做基督徒进前，伊撇下基督徒，伊掠遮的基督徒。但是当有一摆，伊伫路上的时阵，圣经安尼描写，忽然间有一个光对天来，四面甲伊照，伊就跋落伫涂骹，听见有声对伊讲：扫罗，扫罗，你为虾米撇下我？是耶稣在甲伊讲。这个时阵，扫罗对涂骹爬起来，伊目睭天开，但是啥物拢看袂到。圣经描述讲，伊目睭天开啊，但是啥物物件拢看袂到。然后圣经安尼描述，伊讲伊3日久拢无看见。不只是迄个时刻看袂到尔，是伊有足足3天的时间、3日的时间，伊拢看袂到物件。是了后，上帝搁一摆怜悯，搁一摆互伊稳定，互伊通搁看见。然后当伊看见的时阵，伊才发现伊过去做了的代志是毋对。伊搁一摆发现这是上帝稳定，然后伊改变伊的生命，改变伊的性格，诚做是一个基督徒，为耶稣基督来传扬伊的好消息。目睭。伫圣经内面，常常代表的是一个人心智的选择，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决定。当咱看伫圣经内面伫描述有关目睭的这项代志，拢是常常代表是一个人你安怎选择代志，你的价值观你安怎看。圣经常常都安尼讲，不论是在咱所看的保罗，伊用伊看袂到，然后佫看到，佫一摆去经历着上帝的稳定。经历着耶稣是真实的，也是咱看圣经内面侪侪故事，拢在讲着目睭，但是拢是在代表一个人安怎看，一个人安怎去选择你的价值观。在咱所读的经文，伊讲咱的目睭就是身躯的灯。台语的圣经讲，你的目睭若金，你的身躯就光明；你的目睭若火，规身躯就黑暗。国语的圣经、华语的圣经，伊是讲你的眼睛若嘹亮，嘹亮，你的全身躯光明；你的眼睛若是昏花，全身躯就是黑暗。耶稣咧讲这个譬喻的时阵，伊的嘹亮、金的意思，代表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专心，就专心伫一项代志顶面尔。耶稣咧讲这个譬喻内底，伊讲目睭若火。咧讲是败坏，也是咧讲无健康，所以耶稣的这个譬喻其实真清楚。可能当咱有一寡兄弟姊妹可能嘛经历过，当咱年纪渐渐大的时阵，目睭就开始有一寡无共款的变化，可能需要去开刀，需要去治疗，因为目睭真正是愈看愈花。所以耶稣咧讲的这个譬喻。可能大部分人嘛会当了解，会当知影耶稣在讲啥。确实，当咱目睭是金的，目睭是清楚的，咱所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当目睭是灰的，看袂清楚的是，咱所看出去的，咱所理解的这个世界，可能就无啥共款。所以耶稣讲，目睭就亲像身躯的灯，会当互咱看清楚，互咱通知要往倒位去。但是这个灯若是火去，这个灯若是雾无明。就可能毋知要往对去，可能会产生败坏的状况。所以，咱人的目睭，若是无一个非常单纯，无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眼光，咱的生活嘛，可能足困难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因为毋知要往倒位去。同款，咱的目睭若是无自信伫上帝的本身，咱嘛可能足歹会找到啥物才是生命的目标。咱人若是无非常清楚，知我要做啥物，我要往对位去，可能咱会迷路，毋知要行对位去。但是较严重的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若是无自信伫上帝的身上，可能咱毋知上帝爱咱行的生活，咱生命的目标是要往倒位去。所以，透过耶稣今仔所讲的这段随梦短短2节的经文，还有咱拄仔所读经言2节的经文，4节的经文尔，随梦诚短的经文，但是会当互咱有一寡无共款的提醒。咱知所有物件拢会旧。
所有物件有一天拢会歹去，咱的想法有一天可能嘛会变旧，咱的想法可能有一天嘛会改变。前礼拜我去南纺迄个成品书局，我去看册去找册，我看了一本册的封面标题，伊写了一个标题，我非常有趣味。伊讲，即马这代出世的囡仔，差不多国小出世的这个囡仔，因是会当看到22世纪的囡仔。即马出世的囡仔，他们已经可以看到22世纪了。咱认为伫21世纪、21世纪。但是，即马出世的囡仔，因是会当看到搁较远的。因即马这代囡仔、这代青少年所接触的，和咱无啥共款啊。虽然我叫伫教会服侍是叫青年牧师，但是我嘛已经30几岁啊。我含遮10几岁的青少年，有时阵想法嘛无啥共款啊。因所想的、因所看、因所意爱的，我可能嘛叫袂着啊。代志咱有即寡物件会旧，想法嘛会改变。所以讲，咱拢会想讲要保持100，要保持100分，安尼是上好的。但是无任何的代志是永远是美好的，无永远的代志是完美的。咱人的目睭会老，咱人的目睭会退化，但是嘛有可能咱属灵的目睭可能嘛会老去，嘛会退化，甚至是着固定安尼，着固定落来啊。所以咱搁较需要爱有不断更新变化的眼光，特别伫这个时代内面，非常快速在变动的时代内面，咱搁较需要不断更新的眼光。毋若是伫咱的性命，也伫咱的教会，也伫咱的信仰内面。所以保罗先生嘛，互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观的方式。要安怎改变？要安怎更新？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保罗先生来讲。因为安尼，阮要失志，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衰败，阮内在的人却日日得换新。保罗互咱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要安怎不断来更新，就是搁一摆转到伫主耶稣的内面，转到伫咱的信仰内面去找求更新的快乐。所以，当咱每一摆礼拜主日的时阵，来到伫这个所在，绝对毋是一个仪式尔，绝对毋是一个我惯起来，就是这个时间我爱出现，我爱做礼拜。这是一个互咱有得到更新的机会，互咱伫看伫上帝特别作为的时阵。所以透过这两段经文，咱有3项代志，咱会当做伙分享，也做伙来思考。第一项代志要和大家来分享，旧的眼光看的是看到现在，但是新的一个眼光，伊是注神专心伫永远的代志。旧的眼光，咱常看到的是只有现在，但是新的眼光，互咱通看见是伫永远的所在。伫这个比喻内面，其实咱今仔所读的2节的经文，是耶稣讲了非常侪的比喻内面的其中一个。但是伫这个比喻的头前和后壁拄啊好，头前是咧讲天顶的财宝的比喻。伫这个目睭的譬如后壁，是讲袂当服侍两个主的这个譬如。头前迄个譬如经文安讲，你的财宝伫什么所在，你的心嘛伫迄个所在。后壁迄个譬如伊讲，一个人袂当服侍两个主，毋是听迄个，就是听迄个；毋是动迄个，就是轻迄个。这个譬如拄好放伫目睭所看的顶面头前和后壁，其实嘛得互咱看一项代志。咱目睭所看的是啥物？是天顶的财宝吗？还是地上的财宝？看的是对一个，咱服侍主是对一个。其实咱认真来想，咱伫世间的日子，其实真短暂，其实真短暂。虽然咱拢知爱享受现在，享受现在嘛非常的重要。享受每一天，享受当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但是当咱过头伫经营，过头伫注神伫这个世界俗世的代志的时，真的可能互咱因小失大。可能咱想过头去看这个世界的代志，却袂记哩上帝要互咱的物件是啥物。咱敢有真正注神伫真正有意义的代志？咱敢有真正注神伫有意义的代志顶面呢？
伫耶稣有讲，伫圣经内面，耶稣有讲到一个譬如，是一个是一个有关好野人的譬如。有一个财主，伊非常好囝，非常好囝。然后伊就咧家己想一项代志，讲啊，我遮好囝，所以我的田所出产的代志，遮的物件，无所在通藏啊，要安怎呢？所以这个好野人伊就讲，我要安尼来将我的厝起较大间的，会当将我所收成的物件拢藏入去，甲我的钱财嘛拢藏入去。然后这个财主继续讲，伊讲我要对我家己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济的财物，你有济的物件，你会当享受几啊冬，你就伫遮欢喜快乐安逸伫遮享受。但是咱看经文有一个足大的改变，上帝却要对伊讲，无知的人啊，今仔日暗时就要处理的灵魂，你所准备的要互谁呢？咱看到这个好野人，伊拥有非常侪物件，有家己的田，有家己的财产，有家己的厝，非常的侪，非常的好。然后伊嘛要享受这所有的一切。但是圣经却安尼描述，上帝来甲讲，若今仔日我要将你的灵魂摕走，安尼你准备的要互谁呢？咱看见这个财主，伊咧讲啥？伊讲我的出产，我的仓库，我的收成，我的钱财，我的灵魂，伊所讲的全部拢是我的。这个财主伊所讲的拢是我的，伊所伫意的是只有伊目睭头前所看到的短暂的代志。伊认为拢是我的，全部拢是我的，所以我会当掌握一切，我会当控制一切。但是伊却袂记哩伊生命未来要为倒位去。伊只有想着啊，这几冬啊来享受，伫遮享受，有通食，有通啉，我有厝通住，安尼就好啊。但是要想搁较重要的代志，了后伊的生命要往倒位去，伊想的拢是只有我要安怎，我要安怎，啥物是我的。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31、30到33，伊嘛安尼讲。所以恁毋免操烦讲，我要食啥物，也是我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的实现，遮的物件就会拢散互恁。耶稣讲，先追求的是伊的国甲伊的义，毋是先追求咱所想的。无所以意思，毋是讲袂当享受，袂当出去佚佗，袂当食好食，毋是有安会使。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咱敢有将咱的生命放伫更较有意义的物件，追求咱生命的永远的代志。耶稣讲，先追求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的实现，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当人将家己的眼光放伫家己想袂的代志，当咱每件拢想讲啊，我的物件、我的物件、我的想法、我所以爱就好啊，安尼就无法度看见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啊？咱都毋知到底上帝要爱咱做啥，上帝到底要互咱啥？甚至咱可能嘛无法度通知上帝准备啥物互咱，因为咱拢认为我家己准备好啊，认为我这拢是我的，认为我看到现在就好啊。若是咱无一个新的眼光，看更较远，看到更较远，上帝要替咱备办的，咱就想讲安尼就好啊，停伫遮就好啊。保罗伫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嘛讲，原来咱所顾念、所看到的，毋是顾念所看到的，是爱顾念迄看袂到的，因为所看到的是暂时的，看袂到的是永远的。伊另外伫哥林多前书嘛安尼讲，上帝为着听伊人所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过，目睭毋捌看过，耳孔毋捌听到的，嘛是人无想到的。咱人有时阵拢为家己想我要安怎准备，啥物才是我的。但是上帝讲，伊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是咱目睭拢无看过，咱无法度通想象的，咱无法度通了解的。上帝有伊特别的准备。所以旧的眼光，互咱只有看到现在；但是新的眼光，互咱看见永远，看见上帝
伊特别会准备。第一项代志，旧的眼光，互咱只有看到假笑，但是新的眼光，互咱看到价值。旧的眼光，互咱只有看假笑，但是新的眼光，互咱看到无共款，是看到这项代志的价值。咱人可能拢会真容易用一项代志去判断一个人，也是一项代志。咱拢会看这个人拥有啥物，咱看这个人的外表，看这个人伊可能会晓啥物代志，咱去决定这个人的介绍好歹。咱拢会用上紧的方式看，这个人的穿搭是安怎，这个人的表现是安怎，然后咱就决定这个人的价值是安怎，这个人可能就是啥物款的人。但是一个新的眼光，爱互咱学习去看到内面的生命的价值，去看到迄项代志内面水的所在，毋是咱目睭咱人所看见的。伫早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家，叫做特土良，伊讲了一项代志，伊讲钱顶面有该撒的像，但是人的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将迄个钱归互该撒。但是将咱这个人互上帝，这个譬如是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人来问耶稣，耶稣，咱爱将这个钱爱互该撒，还是爱互耶稣，爱奉献互上帝咧？耶稣讲该撒归该撒，上帝归上帝。这个早期的神学家伊讲，钱互该撒，但是将你这个人互上帝。像伫这个文化，这个世界文化，就留伫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教导咱爱用外表，用一个人的表现去决定这人敢有价值，决定这项代志敢有价值。但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但是伫上帝的价值观内面，伫上帝的文化内面，上帝创造世间一开始讲，伊所看一切拢是好的。小伫上帝的价值观留伫咱的内心。虽然咱活伫这个世界，虽然咱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内面，但是咱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爱将上帝的价值、上帝的文化留伫咱的内心。伫撒母耳记上卷16章第7节，当耶和华上帝派撒母耳去找新的国王的时阵，伊到伫亚西的厝，亚西的厝有侪的大笔的兄弟伫遐。亚西看了遮个查某囡仔，看了拢袂歹，拢生了非常缘投，非常的大壮。然后撒母耳就看去，哇，遮个拢袂歹，遮个袂歹。但是上帝却甲撒母耳讲，毋通看遮个人因的外貌，就认为这是好的，毋是看因的外貌就认为，这是上帝要竞选的。上帝讲，我无要竞选遮个人。上帝讲，我所看的，毋是亲像人在看人，毋是人在看的价值，毋是人在认为啥物是对还是歹的。上帝讲，人是看外貌，人是看外表，但是耶和华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看人真实的价值，看一项代志真实的价值。我想，圣经在讲。毋那是互咱通了解，对人的看法的角度应该爱无共款。同时，嘛互咱通了解，咱的生命嘛爱追求伫有价值的代志顶面，毋是伫追求介绍尔。认为介绍较好的，就一定是较好的；认为介绍较悬的，就一定是较用起来就较好。无一定，咱爱去追求的。咱的生命应该使用的是伫追求有价值的物件，毋是浪费在追求介绍偌济。但是实际上对咱的生命是无帮助的。所以圣经互咱看见，是咱对人的看法无共，伫信仰的角度，对看代志的角度嘛应该无共。美国一个神学家伊讲，介绍和一项的价值上大的无共款。伊讲价值是用现在即马在决定现在，但是一人的价值，也是一项代志的价值，是用现在在决定未来。介绍
是现在决定现在，计数就是安尼嘛，袂通改变啊。但是价值，当咱看见一项代志的价值，看见为虾米要安怎安尼做的时阵，咱会看见伊的未来，咱会看见伊无共款的所在。特别伫咱教会要开始进入第50周年的时阵，对咱教会，咱是开始咧行往未来。虽然今年要48天，咱离50天还有2天的时间，但是咱开始咧推行，咱开始咧做，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咧参与的时阵，咱嘛是现在咧开始咧决定咱教会的未来，开始做伙咧起造上帝国的未来。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无需要搁一摆邀请，嘛搁一摆来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所看的绝对毋是看现在尔，咱即马所准备的，咱即马所装备的，不论是遮的，咱要煞来有培灵会，煞来有侪装备的课程，拢毋是为着现在，搁较重要是为着未来。咱看重是这个信仰的价值，咱看重的是伫这个上帝国内面的文化，上帝国的价值。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看重，也做伙来起造，毋是看外表，毋是看这项代志计数偌济，毋是看这项代志爱安怎进行，才是咱所以爱。爱看上帝的标准，看上帝的文化，上帝的价值是啥物。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书伊嘛讲，毋通互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爱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分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的旨意。世界有世界的价值观，社会有社会的文化，但是伫教会内面、伫信仰的团体内面，有上帝的价值观。毋通互这个世俗来同化、颠倒转，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是爱去改变这个世界，去影响这个世界，互上帝来改变咱的心智。来改变咱的社会，毋是只有看计数，是爱看出迄个价值。第三点，大家做伙分享。旧的眼光，有时阵只互咱看到困境，互咱只有看到困难；但是新的眼光，互咱通非常看见自信伫愿望内面。旧的眼光，互咱可能只有看到困难，看到哇无法度通改变；但是一个新的眼光，互咱通学习。通自信伫愿望内面。伫旧约，当以色列人准备要出埃及的时阵，上帝带领因要进入到伫迦南地。然后要进入伫迦南地的时阵，摩西派12个人先到伫迦南地去迄个所在，先去看迄个所在。然后12个去，10个转来。10个讲啊，迄个所在也是莫去好啊。迄个内面的人伤厉害啊，咱以色列人较细汉，无法度向面相战，拍袂赢。经文安尼讲，加勒伫摩西的面前，按大家的百姓讲，咱虽来去迄个所在得到迄个地，咱会当得胜。但是遐向面做伙去的，遐剩的10个人，伊讲啊，咱袂当去，因为因比咱搁较勇。咱看见12个人内面，只有加勒甲约书亚因两个讲，这是上帝所应允的，这是上帝要互咱去的。虽然遐人真正是非常的勇，但是这是上帝要带领咱去的啊。所以咱看到经文民数记14章刷来经文安尼讲，约书亚甲加勒因着对以色列全部的百姓因讲，咱所看迄个所在是极水的所在，迄个所在是极水的所在。主耶和华上帝若欢喜，伊就绝对会带领咱进入到伫迄个所在。有耶和华上帝甲咱同在，咱毋免惊伫迦南地遐个人。当在人反对，影响全部的百姓，讲莫去好，是莫去好啊。但是加勒含约书亚因两人徛出来，毋是因一定嘛是看到迦南地遐个困难。遐个人因一定嘛是看到，但是伊所看的，毋是只有看到遐个困境，看到遐个困难囥伫遐。伊所看的，因是看到上帝同在，要带因去到伫一个极水的所在。因看到的是上帝的应允，
因用一个信心的眼光，也互因会通行入去迄个迦南地内面，看见上帝所讲迄个极水的所在。遮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特别是遮所派去的10个人，因所看的只有困难。因认为因笑袂记即上帝带领因出埃及，已经行遮远的路，已经准备要入去啊。但是因佫徛伫遐讲啊，无可能啊。但是加勒和约书亚因行伫遐的时阵，因无停落来，因选择继续行落去，因为伊看到佫较远的所在，看到上帝会带领。佫因拄真书2章10个在讲，属灵的人、属上帝的人，会当看透所有的代志，会当看透万项事。伊毋是讲看到尔，伊是讲看透，代表毋是只有看到，毋是只有想象，是可以当了解背后上帝的心意，了解背后迄个价值是啥物。即个真是属上帝的人，真正倚靠上帝的人，圣经安尼描述，看见的是极水的所在，看见的是上帝的同在。有一个圣诗的写圣诗的人。伫咱的成圣诗嘛，有几首的诗歌是即个美国的诗人所写的。当伊细汉伫出世的时阵，出世6礼拜，因为医生手术的错误，治到伊出世6礼拜，伊的目睭就无法度通看，伊就看袂到。出世6礼拜的时阵，但是当伊大汉的时阵，虽望伊目睭看袂到，但是上帝会特别稳定。当伊大汉的时阵，有人伫甲伊写回忆录的时阵，伊甲你讲，若毋是伊伫细汉拄着遮大的苦难，伊嘛无法度得到遮济的教育，无法度得到婴儿的教育，得到无共款的栽培，嘛无法度产生遮大的影响，嘛袂对伊来讲，这是非常水的记忆。伊讲。若是明仔载有一人要将一个非常水、完美的目睭，要互伊通搁一摆看见，伊讲伊袂接受。伊的理由伊讲，我若是互世间遮美丽搁趣味的代志所颠簸，一直咧看遮水的代志，伊可能就无法度唱歌、学乐、敬拜上帝。伊讲伊若是真正会当看到。伊可能就无法度专心，无法度来看见上帝爱伊做的代志啊，通唱歌学乐上帝。对伊来讲，这是一个困境，但是伊看见愿望。当伊细汉的时阵，伊就开始咧写诗，伊就开始咧写一寡歌。伊细汉的时阵，伊就写了这条短短的诗。伊讲，虽望伊是看袂到，但是伊讲我是一个快乐的囡仔。虽望我看袂到，但是我愿意一生将我的心拍互开。凡事满足甘甜，我已经享受侪侪祝福，是其他人拢无享受到的。我敢有因为目睭看袂到，就哀哭艰苦？伊讲我袂也袂想。伫一个细汉的囡仔，伊却做出这款伊家己的信仰告别。伊看见的毋是只有，就是那医生的问题，我的出世哪会是安尼？伊所看见毋是只有迄个苦难，看见毋是只有哀哭，伊搁较看见的是伫后壁的愿望。上帝嘛透过伊特别的性命，互伊真做是一个写圣诗的人。直到即马，咱犹原会当唱着伊的圣诗，唱着伊的诗歌。所以毋是只有咱新的一个眼光，毋是看困难尔，困难犹原会伫地。毋是讲相信上帝就袂有困难、袂有挑战的代志出现，无可能，犹原会出现。但是新的眼光，互咱看见是迄个背后的愿望，互咱学习调整生命的眼光，毋是只有自身看到头前的困难尔，是爱看见后边未来的愿望。搁因到后书4章17节，保罗先生安尼讲，咱这非常暂时，而且搁轻的苦楚，是要为着互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讲，遮的苦楚暂时的，有一天拢会过去。但是这一切是要互咱会当成就上帝的荣耀，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发生。所以透过新的眼光，
透过一个新的眼界，互咱通做伙来学习，互咱做伙有无共款的眼界来看咱的生命，看咱的社会，看咱的家庭，看咱的工作，也看咱的教会。最后箴言4章25节到26节，伊安尼讲：你的目睭着直直看，着主目看头前，你行的路着修平，你的道路就拢总白坦好行。着直直看，毋是看我的，毋是看你的，是看上帝。是看上帝伫你的头前带领你，是看上帝伫你头前所藏了迄个伊水的价值观，是看到上帝伫你的生命内面所藏了迄个水的应允，上帝特别的旨意。主目看头前，军队耶稣，互上帝要成就伫咱生命的代志，互伊来成就。拄仔出头的经文讲，上帝互听伊的人所领受的是咱目睭毋捌看过，耳孔毋捌听见的，甚至是咱连想拢无想过。愿安尼款的祝福，愿安尼款的恩典，也临到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特别临到伫咱的教会，特别咱50周年迈进的时阵，也有新的眼光伫咱的教会内面，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内面，互咱通看见上帝特别的心意，伫咱的教会，也伫咱的生命来成就。咱即时先来做伙唱一条回应的诗歌，然后咱来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咱一个吟就好，咱做伙唱这条回应的圣诗。这条圣诗是194首，开啊目睭，互我看见。咱做伙来唱。开我目睭。这是咱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第一项，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新的眼光，互咱通看见上帝的心意，也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也求上帝放着新的眼光、新的意象伫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真正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内面。那么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咱目睭所看见，咱的世界有侪侪的纷争，侪侪的战争，有侪侪的天灾不断的发生。求上帝来怜悯，也开遮的人的目睭，通互因看见
上帝的心意是啥物，也求上帝来怜悯伫即个世界受到灾难、受到苦难的遮个人。第三项，咱嘛为着咱教会中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无论伫身灵任何一个方面，拢求上帝来医治、来扶持。咱做伙开喙，为着这三项代志，咱做伙开喙来祈祷。是啊，主啊，感谢你，神主啊，同在，神的帮助，万神啊同在，神的看顾，实在为是好。主啊，他断了阮，好阮天神阮同在，神啊帮助阮，同在，是啊帮助阮，是看顾我。请主上帝，求你搁一摆开阮的目睭，互阮通看见，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的旨意，也看见你为阮所备办的一切。主啊，求你互阮有一个新的眼光，互阮有一个新的心思意念。而且这个心思意念是透过主有你的同在，来互阮得到新的改变。主啊，帮助阮，互阮通学习来时刻来跟对你，时刻主神伫你的身上，互阮真正是真做一个主你所欢喜的人。主啊，我们特别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咱看见咱的世界有侪的战争，侪的纷争，也有侪的天灾不断的发生。主啊，求你的怜悯，就临到伫这个世界，也特别伫遐受到苦难、受到灾害的遮的人民。主啊，求你将你的平安，就享受伫这个所在，享受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互遮受到灾害的人得到主你的安慰，也得到主你的保护。特别，主啊，搁一摆也将伫咱教会中有需要兄弟姊妹，搁一摆求主你来引带保护。主啊，你知因每一项的需要是啥物？主啊，恁知伊即马所拄着的挑战困难是啥物？但主求你帮助因，互因通经历着主你的奇妙、你的同在，互因虽梦经历着遮的苦难甲挑战，但是主帮助因，互因的生命内面、因的心内嘛放了有对主你的仰望。主啊，求你帮助因，来引带因，也搁一摆将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真实来开阮的目睭，互阮的目睭通金来看见主你的同在，主你的美好。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今日下礼拜内面嘛有特别安排一个中保大岛的见证。咱今日要来邀请咱的吴瑞平姊妹来和咱分享中保大岛的见证。伊的申请奥伫遮，意涵弟兄。无来吼，无来，好不要紧，未来到，好不要紧。咱只是咱来拍婆啊，咱来欢迎咱的瑞平姐妹来分享伊的见证。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我今仔要分享我的见证。我们讲神是我的解救者。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伫个2022年的4月份，阮规家伙仔对神着搬倒来台南，差不多半冬后。我搁一摆登记，要转来教会的总保代祷服侍。我会记得迄个时阵嘛是差不多是咧5月份，咱要进行差派礼。毋过就是伫迄个时阵，突然间我出一个意外。迄天就是我共款来第一堂的礼拜，做完礼拜了后，我就转去，然后我去买中昼。然后呢，我就骑我妈妈的奥多麦出去。我会记得迄个时阵，我就是
听厝邻人讲，我就是跋倒啊，所以就去病院，昏迷足侪工的。所以呢，我搁转来到我家己的厝，已经是3礼拜以后。啊，即个车祸，我的先生讲，医生啊，就是要叫伊签病危通知，啊，伊足艰苦的。啊，我厝邻的爸爸妈妈，我的大家，因拢足惊吓。然后，迄个时阵就是疫情上严重的时阵，袂用个去病院探访，所以咧，阮爸爸妈妈拢一直咧足艰苦，毋知影我安怎。啊，阮先生讲，伊着陪我，啊，要去看我的亲人，着爱做迄 PCR， 就是捅鼻子有无？然后呢，迄个时阵就是朋友啊，是迄种厝内的家人拢袂用看我的时阵，我的先生伊较压力足大的，伊早起爱顾我，啊，因也爱顾我的囝。啊，迄个时阵我的囝才3岁，啊，伊从来无看过讲我哪会遐尼久无转去。就是去买物件，为什么无转来？那阮先生讲过差不多10天以后，我有法度会用个录音，互我的囡仔听。下暗的时阵，伊放互小朋友听，小朋友就会讲对手机啊叫妈妈妈妈，互伊感觉足心酸的。啊，迄个时阵呢，教会啊，拢一直为我祈祷。特别是富强教会代祷团，还有新的幼儿园的园长、老师、小朋友、家长，还有就是天主教会，还有国外的修会的团体。然后呢，就是我的先生啊，跟我的家人都很感谢很多人为我祷告，连我的爸爸妈妈也学习祷告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原本医生啊，他预估我要3个月以后才能出院，可是神却恩典我，让我在3个礼拜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我心中真的很感谢神。其实我对住院啊很模糊，我只有觉得我一直都想要困的啊，医生拢会足大声甲我叫我的名，讲叫我的名，然后我问先生讲，为什么医生拢要一直甲我叫？伊讲，因为你一直困，因为伊会一直甲你叫，伊惊你困去啊。然后迄个时阵啊，我较知影讲，哇，原来我的头毛嘛变低头毛啊，割掉啊。回去厝了后啊，我就是经历神的医治跟恩典。记得那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都要有人扶着我，不能自己走，然后要拿助行器。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就是让我慢慢恢复，我可以带小朋友坐计程车去上学，然后进步到我可以自己搭公车了。我就搭台南市公车，现在我什么路段我都知道哦，嘿，真的是没有误点哦。然后呢，这个恢复到自己可以开车，会当骑车，我感觉做感谢主的会疼，佮甲我重新佮活起来安尼。然后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是小朋友主日学都会背的金句。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小朋友主日学拢会背这诗歌，要困进前拢会背这金句。伊背我嘛会感觉是我力量的源头。我回想这个过去，我真正心内拢有足侪感谢。阮拄拄仔甲师宝老师坐伫遐啊，我会记得迄个时阵，我就是甲伊共款坐伫遐迄天，然后感觉上帝真正是要互我搁伫即个位重新出发。对，感谢神。
然后我记得我受伤的时候，神紧紧的抱住我，那个医院的关怀师都来为我祷告，他都常常来，然后我都好感谢他。那慈宝老师、幼儿园的小朋友园长也都常常为我祷告，打电话给我，就是很感谢神。虽然我那时候很严重的头颅出血、肝脏破裂啊、颜面骨折、气胸、气肿的，还有肩胛骨的骨折，可是我却能够活着。那我就觉得很感谢医疗团队，还有神，神是最伟大的医生，就是能够站在这里见证他的荣耀。然后我觉得很感谢神为我整形，非常的成功。我的脸有开刀，可是是很成功的开刀就对了。然后虽然现在我还是会常常回医院看诊，但是靠着主呢，我真的觉得很多很多的感谢主。我其实对出车祸都没有任何的记忆，然后也不惧怕，所以我觉得我有慢慢的健康起来。感谢神，我可以继续的回到富强教会的中保代祷继续服侍。也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这个中保代祷的那个服侍，因为会当教足侪人祈祷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上帝拢会听恁的祈祷哦，嘛拢会互你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互你会当祝福别人。多谢大家。然后这个是阮伫个代祷室有两个，一个大的祷告室，一个小的祷告室。就是做者姊妹啊、兄弟，拢会来遮祷告，然后就是有分做迄蓝色的事工卡，咱拢做熟悉对毋对？就是蓝色事工卡就是为教会的事工啊、牧区团契，或者是幸福小组啊、福音事工祷告，就用这个蓝色的事工卡，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哦。然后就是黄色的代祷卡，它可以打勾，就是一般代祷、紧急代祷、不可公开代祷都可以勾选，然后就是写黄色。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这个粉红色的应允卡，你啊有写这蓝色啊是黄色的代祷卡了后，你就写这上帝给你应允的代祷卡，这个粉红色的，你就想起来上帝应允你的祷告，你就写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哦。搁一摆感谢瑞平老师的分享。咱附近有2个瑞平吼，一个是瑞平牧师，一个是瑞平老师，一个查甫的，一个查某的吼，应该袂分辨对。毋过拄这个分享咱听见，为一个非常困难的内面，甚至是性命要结束的时阵，上帝搁一摆来反转，上帝搁一摆来拯救，诚做伊的拯救者。我想每一摆中保代祷因的祈祷，咱所写咱的需要，咱的代祷的代志，拢透过遮的代祷的勇士为着咱祈祷。但是嘛，搁一摆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嘛会当做伙来参与。咱这届已经是第49期的中保代祷啊，所以咱的这已经49期啊，拢无停落来，是一直继续落来。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若是你愿意会当做伙来参与伫这个中保代祷的活塞。嘛做伙来经历上帝特别奇妙的作为，不只是伫遮写祈祷的人内面，也嘛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愿上帝来祝福。咱只是嘛准备心，咱做伙来奉献。咱即个来奉献。
咱请会众做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会众请坐。即点我来报告，咱先掀开周报的后壁面，咱来看本月金句。咱做来念一遍。因阮伫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的。哥林多后书5章7节。咱做来看周报的第2页。下礼拜司礼秋仪执事，是其他的服侍同工，咱家己来过目。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集体交通。本月消息，本日是4月21日，是总会大众传播的中心的奉献主日。咱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因传播基金会的运行的费用来关心代祷。第二，咱下晡要召开定期的小会，伫点半伫2楼会议室召开定期的小会，请小会员来准备心参加。第3点，代祷团伫今日下晡点半。邀请欧王教会退休的李素贞牧师来本会分享，伊的主题是对无到有的信业。地点伫咱4楼的礼拜堂。咱其他以下咱家己来过目。咱来看第4点。第44期的中保代祷服侍已经开始报名，下骹有4个小点，咱也请咱家己兄弟姊妹来注意。第5点，咱下礼拜的主日是要邀请新老朋友喜乐合唱团因的诗歌的见证会。礼拜当中要邀请咱的刘院长来做咱的信息分享。甲新老师班的献诗，咱也要伫第2堂也要安排延恒亲弟兄要来做国外太北宣教的见证的分享，咱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咱来看第7点，咱也为着花莲即间的地动来关心伊的赈灾咱甲来若有感动的，咱来当。用咱的专用的奉献袋来奉献。第8点有咱交通服侍团队的消息咱若有咱的即摆咧登记车牌咱若有要登记的会去有几啊种的方式咱来选择。门徒培育事工研讨的消息咱家己来看。咱来看第6页。下礼拜上年4月27日，幼园有聚会，咱请上年团契来注意。关怀代祷，咱也常常为着咱以下遮的事为了咱台湾，为着世界，为了咱教会，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辛苦病痛，静养中的接受治疗的，求上帝拢。甲因同在。第7页是咱顶礼拜的奉献，咱也有
出入让咱的过客人员来订正。以下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弟兄们，大家平安。我先来介绍新朋友啦，新朋友。伫咱即个今仔日有3位新朋友来咱中间首先我要来介绍对美国倒转来伊如兴先生甲伊的负责人张碧霞女士来参加咱的礼拜，咱拍拍欢迎因2位。一个小礼物要送伊咱同工一个小礼物送你做纪念。2位是牧师顶礼拜我咧讲道中间，我讲起50年前去到七美即个小岛做传道的，我拢叫于先生顶礼拜等于牧师的故乡七美，今仔日来咱遮参加礼拜实在是足欢迎因2位足甘心啦，伊离开台湾已经50冬即摆是专工转来台湾的怀旧之旅。因行过脚只，佫重新行一遍安尼。本来听讲要去花莲这去观光煞花莲地动都袂当去安尼所以真感谢主，咱也求主祝福。因佫1礼拜外就要转去美国，求上帝亲自带领真感谢主，欢迎过来，咱欢迎一位就是李立雄兄弟伫遮所在，咱拍拍欢迎伊，你坐咧就好，坐咧就好，OK， 坐咧就好好，请坐，请坐，李立雄兄弟伊就是咱信宜老师的爸爸啦信宜老师信老师2礼拜前，伊无甲伊的先生杨医师来即个信仰告别，加入咱的教会信宜老师，大家听到即个名虽然熟悉毋知影，伊就是咱的耶和华祝福满满的作词者伊写耶和华祝福满，会晓唱袂？无人袂晓唱啦伊的爸爸李雄兄弟，伊是高雄大顺教会啦大顺教会这会友最近来可能信宜老师家来陪伴，咱求主保守伊身躯行路较无方便，求上帝亲自来照顾甲医治，上帝平安甲伊送到地底好，牧师线接有几项的补充报告咱有这个投影片，我讲一遍。今仔日下晡有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分享会，就是咱的李素贞牧师伊要来做见证分享。咱拄仔听见咱瑞萍姐的见证，佫下晡这个李素贞牧师的见证，拢是为着要兴起咱教会迄个大多数工。这位牧师呢，伊到伫咱台南上偏僻的这个后昂迄台湾话咱有时也袂晓讲后昂迄是足偏僻的所在。伫遐一间小小的教会，伊伫遐用心来牧养，特别有上帝的圣神甲伊同在伊甲教会土地甲空阔，礼拜堂翻新安尼逐项拢非常的即个复兴甲进步。要分享伊安怎通过祈祷上帝带来教会复兴的规律，这是真感动的事。我听慈宝老师讲咱已经有100几名报名呢所以请你若无听到讲有即个聚会下晡1点半就留落来来听即个见证。要伫4楼伫即个所在的礼拜堂过来是即个中保大道勇士拄则嘛报告了，咱5月初5即个初派礼拜了开始服侍。牧师补充一项，就是讲，咱有兄弟讲，哇，这个中保大道足好，我嘛想要参加。咱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讲，你若还未受洗请问遮报袂要紧。你先写大祷告，互人替你祈祷，讲祈祷互我赶紧信主洗礼。因安怎讲呢？这祈祷看来技术上无问题啦，但是你知影，祈祷是一个属灵的精进的你还未受洗，你还未互上帝膏抹，你替人祈祷迄个做解无够所以咱鼓励咱还未受洗，咱就受洗来加入这个。另外是讲，若伫咱本会当开始来遮做礼拜，咱对会友啦、整个情形无熟悉，有可能咱就请问遮报名先学习安尼就会使过来是后礼拜咱有新老病院的喜乐合唱团要来见证啦有这个咱的刘启奇院长要来短讲分享。伊第一场是整体的演唱，第2场有哪要分享，佫有咱恒星弟兄伊要做太北
吼，伫泰国北边的遐宣教的见证。所以你若两项拢要听吼，最好是两场拢参加啦吼。啊，咱嘛真恭喜咱的刘启局院长吼，咱伫即届总会伊个受即个续任吼，续任做第5任的院长吼，第5任的院长。搁一个补充就是讲，咱的即个交通服侍团队有邀请咱吼来登记有无？吼，登记咱的车牌。你想讲咱这也毋是监理站啊，是安登记车牌要创啥安尼吼？特别咱会分一张停车卡互你啦。咱即摆来教会吼，你甲停落迄个卡甲囥的，咱就知影讲这咱的会友要停车。马路一边吼，一只车停伫遐，大家讲奇怪毋知啥人的车，咱搁卡去警察局吼。警察，咱袂使家己查，警察局推去查，查敲电话互迄个车主，迄个车主讲无啦，我富强教会会友啦，啥误会那么大吼，你无搭，互人搁甲你插着安尼，目的就是为着这，因为有时，比如咱要刷车，上车，毋知啥物人的车，你若挂一个牌，咱就安尼，咱就袂互你拄着交叉吼，所以这点请大家若有咧停车的兄弟，你赶紧来登记车牌，咱通好分一张证明互你安尼吼。过来是咱有一个安尼分享就对啦，分享吼。咱即个管弦乐团要搁招生，要扩大，所以若请有这种温数，是要学习的青年兄弟，赶紧来报名吼。咱7月要开始训练啊。来，甲咱分享一个真有活力的活动吼。咱顶礼拜保罗牧区啦，甲主一路去迄个虎山国小吼，哇，办一个富强春运，富强春运，有几若我几百个吼，伫迄个所在来做趣味竞赛就对啦吼。我听讲吼，足侪兄弟吼，足久毋捌走过，安尼走甲欢喜甲，嘛足侪人走甲跋倒落就对啦。好佳哉，伊人个操场拢是草坡吼，足快乐安尼吼。这是咱有小朋友、大人吼，真趣味的活动安尼吼。这是整体的即个合照。我咧甲咱的即个保罗牧区讲吼，恁先试验一下，等50周年的时阵，咱要一个全教会吼，大型的比赛安尼吼，因为咱甲咱经验的分享吼，甲咱做经验的分享，真感谢主吼，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团队、大家教会同工拢有分伫参与伫教会服侍吼。搁一遍甲咱提醒哦吼，下晡点半有咱李素静牧师伊的即个祈祷、代祷的训练甲见证安尼，多谢。咱做来吟上扬的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吟诗煞，咱请詹牧师为咱祝祷。咱做伙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会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免。大家请坐，来热岛散会。我
第一顿个礼拜到遮，咱互相来请安问好。